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2月17日，我真爱讲这故事。诗篇78篇1到72节。今天祷告的经文在78篇的第5节。他颁法律给雅各的后裔，他赐诫命给以色列人民，他命令我们的祖宗要把他的法律传给子孙。什么要传给子孙呢？如果我们只说法律命令，恐怕没有人爱听这个故事，这也不会是故事，这是让人感觉很枯燥的法律条例，让人感觉不舒服。可是故事呢就不一样，故事人人爱听，那哪一个故事让我不断的反复听，不断反复的说呢？什么原因呢？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长，可是简单来讲，其实今天78篇其实在讲着上帝和他子民的故事。哇，这故事可长着嘞几千年，但是却是用短短的72节就来叙说完哦。而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他要求神的子民听他说话讲话，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希望人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不要忘记。就是很奇怪啦，不知道为什么人总是会有一个毛病，就是常常忘记神。诗人在诗中点出人的毛病，就是要对症下药，要叫我们，好叫我们呢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神。那么今天这样子的诗篇，我们分几个段落来讲。整个归纳来讲说，在第7节前，我们来述说神的法度。其实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方式，因为我们记住神的律法跟诫命，传给后代，一代传一代，好叫神的法度和作为因此被人知道。我们是要把上帝的话这个命令传下去，其实这个也是对下一代的人的见证。但是我想我们下一代不一定爱听这个但是我们如果跟他讲这个法度是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可以成为他们的资产那么恐怕他们会考虑他们会听得进去。我记得我曾经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了，分享一个他的生活的这个故事他曾经经历的就是其实他非常的虔诚，他对他的这个孩子们其实是非常严格，因为他自己是很严谨的人所以他这个规定自己固定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住固定的位置，而且固定的时间他不能迟到，他很虔诚，所以他规定他的孩子们就是要这样。可是小时候可以，但长大的时候可能说的都没用，所以他的这些子孙们就觉得很讨厌可以不回家就不回家因为他觉得这个长辈真的是很这个很古板了所以呢他也生气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他的信仰，他这么好的这个信仰他这么对神这么尽心尽力的，为什么没办法发挥影响力呢常常他就用言语来匡正儿女们，所以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好的有一天呢，他呢就是一样走过街道，但是他因为有一些事情呢就有一些耽误了甚至于这个在路上的乞丐向他乞讨，他心也是一心一意要到教堂，他怕迟到，没有看他一眼那他就赶快的走过去，然后到了门口，他要推门的时候，竟然发现门是推不动的，他再怎么用力
发现门是上锁，因为他已经错过今天的聚会。他心里非常的痛苦跟非常的懊恼，说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是一个严谨的人。他心中就暗暗的流泪。就在这时候，他无意间抬起头，竟然看到门框门楣上面贴了一个便条纸，上面写着：耶稣说，我就站在门外。这个姐妹看了掉下眼泪。原来她把她自己的生命生活框住子孙，所以子孙惹的子孙也非常的讨厌啊。所以亲爱的大家，其实神在我们心里，神在任何的地方，我们的孩子们是要遵行神的法度。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么框架，这么严谨以至于没有弹性，那么我们真的要影响下一代，恐怕是有一个挑战。但是神的话真的是又真又活了哈！我们真的要用百般的智慧才能够把这个我们神爱这个我们孩子的这样美好的事情可以来传下去再来第8到第22节说到，我们要依靠神的救恩因为我们如果不依靠神的救恩，我们就会常常忘记神。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练习依靠神，我们就不会忘记神当然要信神，要依靠就是要相信，不然真的靠不下去在第23到35节说到神的作为是大能的作为因为他举的例子，身在旷野不毛之地，而且人数众多，而除了神，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解决这么庞大的需要呢？那可惜以色列人忘记了但我们要学起来，我们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神，因为我们一忘记就容易犯罪，不信他是奇妙的作为。我们一忘记，我们就以为没有神，而随意妄行。再来在36到55节要追念神的能力。当我们一追念神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精神其实是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有能力，而他的能力真的不只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按照我们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成就。神的能力其实也在于，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是有能力来管教我们的神是有能力来使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个陷于那个不必要的痛苦我们要常常思念追念神的大能，我们才不至于忘记神，我们才不至于得罪神。最后我们要记得神拣选，神拣选约瑟的帐篷这个，但最后呢是这个弃绝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的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那诗人提到神的改变，他改选了大卫，这是神的拣选，神改变了他的选择，而约瑟支派本是要得双份的，因为他对以色列这个全族伟大的贡献，但可惜他后来的后代其实忘记神，忘记神的法则，忘记神的救恩跟能力，以致走错路，在神的恩典中就坠落了。所以亲爱的大家，好不好？我们不要忘记，而我们常常依靠神，那么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在神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天天可以这个跟神编织一个新的见证的故事。所以好不好？我们来想一下，默想还记得过往的软弱跟失败吗？这一切是否可以作为我们迈向往前的这个借鉴呢？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忘记你，恳求你帮助我们纪念你所做的奇事，常常默想想念你的作为，并数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在悔改当中继续跟随你，在跟随过程中，我们虽然会
再软弱，但我们仍然要仰望神，跟随神。神依旧有恩典让我们跟随，在过程中我们不断悔改，我们要不断的跟随，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像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愿我们今天活出神是爱的生活见证，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们明天见。